望周知、世一、靈尊、Huari。我哋 Gensify 每一件 product 都係透過我哋大師級精心 designer 嘅精心設計，包括 hoodie、燈牌同埋 keychain， 着重於透過唔同香港特色傳統文化融入去我哋 Jazz 文化入邊。product 靚就唔使講啦，更加重要係我哋背後所埋藏嘅意義同埋特色，可謂全亞洲最優秀嘅學生公司，襟靚又抵買，簡直打敗晒全香港99%嘅學生公司啊！更加重要係為咗推廣我哋 Gensify 嘅文化，俾大家知道我哋呢個黃金時代嘅底蘊，我哋都配備咗專業、世界一流嘅團隊力量，可謂實力雄厚、特色鮮明。希望大家支持 Gensify。至於我哋今年主打嘅 product 分為幾類，第一個就係我哋主打嘅霓虹燈牌。我哋參考翻香港80、90年代嘅霓虹招牌風格，有個氣氛燈嘅擺設，以藍色嘅外框同埋中間沉選一次，彰顯些世代嘅戀愛文化，拉近世代間嘅距離同埋間隔。至於第二件 product 就係我哋嘅連帽衫，佢係一件訂製嘅 hoodie， 前方嘅圖案係由英文字 firm 複合組成，代表住新生文化對於一件事物嘅稱讚同埋肯定。至於後方嘅設計主要係英文字 Hong Konger， 我哋希望透過增強我哋集體對於香港嘅歸屬感，呼應潮流，令到更加多人認識些世代。至於第三件 product 就係我哋嘅鎖匙扣，我哋參考翻常用社交媒體嘅版面設計，中間係透明嘅。之所以選擇卡皮巴拉，主要係因為佢哋隨遇而安嘅性格，以及佢哋高情商，完美符合些世代喺壓力下，希望有療愈、享有佛系生活嘅態度。HSBC 乘 JA 青年創業體驗計劃創意市集，依家創夢闖未來。3月7號同8號記得約埋朋友仔一齊嚟啟德零售館1號同2號支持我哋嘅自家設計啦，到時見。